好，另外咱要来看，又搁传出有警察是违规来用 TikTok， 这是伫台中市和平分局一个县长的警察，毋但是甲训练的这个画面抛去伫中国的 TikTok 内底，阁有穿制服甲女朋友呢做伙来小染的画面。这个分局是除了要求甲影片落架，也会照规定来处分。 画面拍上国旗，要警察伫练枪击分解这个训练画面。台中警方训练的画面互翕落来，不过其实出现伫中国短影音的平台抖音。影这抖音已经是互行政院规划禁止公务人员来使用的平台。民众认为讲，这款的做法可能有治安的问题。不太恰当吧？因为警察就是公务人员嘛，对啊。然后抖音是对很有争议的一个软体，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太妥当。 台中和平分局一个县长的警察，互网友发现讲，甲训练的过程铺上抖音以外，要穿制服甲女朋友染斗阵的画面，也甲这个抖音平台当作是社群伫经营。根据警方的了解，这个县长的警察是为着甲女朋友分享日团去的，不过却是甲公务处得的影音资料，无经过授权就泄露来转传，已经违反这个规定。根据规定，因公务所取得的影音资料，没有经过机关的授权，不得擅自的复制及外传。本分局并无授权该员警将影片转传。专业性的角色啦，我觉得他还是要展现他专业的一面。是这样子一直去秀这些，我觉得会让人家觉得这警察并不专业。 民众认为讲对警方形象有影响，也伫今年2月，台中市第5分局有一个伫靶场做助教的女警察，甲学员训练影片，甲伊传到抖音，引起争议。警方讲，除了要求甲这影片摕乱以外，也因为违反规定，会对这警察来行政处分，甲加强要求。记者宋华报道。